1952年，姜桂写下反共小说《旋风》，主角方祥谦满怀理想，积极参与共产革命，最后却发现共产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将来一定会失败。50年代的反共小说经常在故事里描绘共产党的恶行恶状，暗示共产党必将走向灭亡。这是国共内战所产生的敌我意识，政府的文宣策略更是巩固这套思想的重要工具。50年代的文坛由中国文艺协会全面掌控，他成立许多写作班，培养写作人才。这些来到台湾的军装少年，因为战乱而失学，文协让他们继续学习，也有了提笔写作的机会。九歌出版社社长蔡文甫曾经在1953年参加中国文艺协会主办的第2期小说班。当时我的身份呢，我是军人。在那个时代，一般的报纸只有1张和1张半，副刊一点点。我是在无意之间写了一篇文章，投到《中华日报》副刊就登出来了，我很惊讶，说怎么可能呢？因此就开始注意文艺的创作，注意文艺的动态，所以因此参加了小说写作班。这段期间是我们年轻人，那时候在25岁左右吧，25岁左右，因为那时候啊，这个没有文艺活动，应该是说文学的荒原时代，没有报纸上文章很少，平常也没什么，学校里面也没有这个特别什么课程，我们时常到那个公众场合去那个名家演讲，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什么文艺活动大概是如此。有些评论家认为，反共文学就像旋风，来得猛烈，也去得仓促，没有文学的价值。叶石涛形容50年代的文学是白色而苍凉的花朵，足以流传后世的杰出作品绝无仅有。彭瑞金也采取相同的态度，认为这个时候文学的收成还是等于0，但也有人认为文学的黑夜里仍有星光灿烂的时候。1949年的时候，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呢，整个政治的局势是非常肃杀的。那国共的对立以及台海两岸这种一触即发的这种紧张的关系，就使得文学的创作就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抑哦。那反共抗俄呢，变成了50年代那个时候最高的文学的纲领，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文艺纲领哦。那小说也就沦为了政治的附庸品，所以从此可以说是进入了整整10年的黑暗期。不过在这段时期，也不是说文学就全无表现的。就庆幸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文学的黑夜当中呢，其实偶尔也有星光灿烂的时刻。那比如说反共文学有一些很杰出的作品，像《蓝与黑》就是其中的一部。它其实主要描写的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但是那个爱情，男女主角的爱情是发生在一个烽火的大时代底下。那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当中，爱情如何带给那个苦难的人们心灵最大的安慰，所以使得那本小说它虽然是有一个反共的思想在里面的，但是我想它更感人的是那里面男女主角那种坚定不移的爱情，以及他们如何在面临这样一个大时代的挑战。当文坛沉浸在反共的激情里，钟理和却描写朴实农村的田野风光，以及发生在这里的动人爱情。1956年，他以《骊山农场》得到中华文艺奖金会的长篇小说第2奖，首奖从缺。同年得奖的还有王兰的《蓝与黑》以及彭歌的《落月》，这2部都是反共色彩浓厚的小说。相较之下，钟理和显得更加特别。到底要怎么样对待一片土地啊？或者说，我们转个话题来讲，要怎么样对待一种族群才是好的呢？最好就是不要管它啊，放任它生长，让它自由。我认为钟理和这篇小说不止让它自由这个概念，让它自由生长，让它爆发出生命力这个概念，不只是爱情上面的，因为过去一般学者会把它解读这是爱情
里面有这个同性联姻，所以他希望能够解放啊。我认为还是一种族群的上面的，还是自然上面的。因为后来立山就长得非常好了啊，那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在50年代，《自由中国》是一份很重要的刊物。1949年由胡适挂名发行，雷震主导。这群知识分子不断抛出政治议题，批评时政，在集权的年代里促进反对党的成立。他们希望鞭策中国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自由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政论杂志。在5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年代，会有一份要求民主自由、要求言论自由，也要求反对党的杂志真的是很难想象。那当然，自由中国之所以能够创办，跟创办初期他的创办人雷震有关。发行人是胡适，这份杂志还经过蒋介石的允许，换句话说，跟蒋介石报备过了。基本上一开头呢，他强调拥蒋的立场，拥护蒋介石的立场，然后反对共产党，所以才叫自由中国。这是为什么他可以发行的原因。可是由于创办的人雷震，他相信自由主义，那么发行人胡适又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呼吁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导师。所以呢，他们到后来呢，就把自由主义当成真的东西来，然后去检验国民党的各种统治，检验国民党的军队有没有国家化，检验国民党有没有报纸言论自由，检验国民党有没有那种胸襟去接受反对党这个就惹恼了蒋介石。所以到最后，在1960的时候，雷震呢因此而被捕下狱，然后自由中国也停刊。它跟文学的关系表现在当中有一部分由小说家聂华苓当时主编的文学创作的那一个区块。在这个区块当中呢，自由中国发表了相当多在那个阶段反共文学的大读已经展开的阶段，比较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作品。不过那当中也有反共文学作品，比如说彭歌的《落月》就在这边连载有一些诗也在这边但是基本上因为聂华苓对文学的素养跟要求，他比较不受到国民党反共文学或者反共政策的左右，再加上自由中国的自由派的自由主义自由派的这样的风格，所以它反而成为50年代台湾文学的一个比较干净的领地。50年代还有一份畅销的纯文艺杂志《野风》，由一群热爱文学的台糖员工集资创办。当初并没有像一般刊物一样把它作为设定为企业经营，怎么样把它经营成一个很好的杂志，而是让它成为一个写作者的园地，而且让很多军中学生大家共同来投稿写作的园地。那这个刊物呢，在当时所标榜的就是纯文学，从诗歌散文小说之外，那我们也着重一些年轻作家的培养，就像我们设置了学生这个投稿的园地，设立了函授学校来指导他们写作。50年代中后期有个特别的现象悄悄地在校园蔓延，那就是学院派刊物的产生。他们大多是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有才气，又对文学怀着无比的热忱，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勤快地翻译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与经典。1956年，夏季安在台大外文系任教，他和吴鲁琴等人创办了文学杂志。夏季安在创刊号之后写了一篇致读者，
这篇文章里面就写到说，我们虽然身处在动乱的时代，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文章并不动乱，我们不想逃避现实。我们的信念是一个认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的精神的人。所以我们并非不讲究文字的美丽哦，不过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说老实话。所以说老实话呢，就成为了这个文学杂志的一个基本的文学的信念。那夏基安教授他表明了，他不想颠倒黑白哦，也不想受到任何政治上的一个钳制，或者仅仅是在创作上毫无意义的一个舞文弄墨。那他希望能够在保守跟高压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呢，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呢，疏通出一条可以跟西方的现代文学可以交流的一个通道哦。我们举白先勇的例子好了，那时候白先勇考上成大的水利工程系，他那时候还一心要改善中国的水利工程。可是有一天他在旧书摊，在栏目旧书摊翻到有两本就是过期的文学杂志的第1期和第2期已经蒙上灰尘，他就买回家看了以后，他心中波涛汹涌啊，这就是他爱的。那上面很有秩序的介绍了一些西洋的作家，好，那他以前也看过咆哮山庄啊、简爱啊一些简单，可是都没有这么有秩序，而且一笔那么好介绍他的作品或者评论他的文学表现，他就受了很大的震撼。他当下马上就决定说，我要重考大学，我要改读文学。西方现代主义强调人的本位以及人类的生活本质，取代可能是假象的现实观察，嫁接到台湾，刚好在反共之外找到书写的空间。对照当时整个文学界弥漫在反共与民族大义里，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诗人却想着如何为文学找到出路。50年代台湾有3大现代诗社，就是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和创世纪诗社。他在这3个诗社的主要负责人中，有不少就和中国新文学早期的现代主义诗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那在1951年，季璇、钟鼎文、李莎就借了《自立晚报》的版面，创办了《新诗周刊》。这个编辑组合只维持了半年，到1952年5月就改由秦子豪担任主编。季璇来了以后，他创办了《现代诗季刊》，还有成立现代派。好，他的目标是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那这个再革命当然是针对那个54那个阶段的了哈，新诗的再革命，还有推行新诗的现代化，作为他们的努力目标。虽然没有多久的时间，这个现代派就解散了，可是对台湾的新诗坛引起了源远流长的影响。就是说，他们在一个宣言上的主张，最引起争议的是，他们认为新诗是西方诗意横的遗址，而不是古典文学纵的继承。这个引发的论战持续相当的一段时间。另外就是信条当中他们所主张的爱国反共、拥护自由和民主，那么一方面可以作为冷战时期国府政策对两岸处理的一个注脚，另外一方面他这个爱国反共恰恰好对那个现代诗那种现代的精神产生一种自我消解。对台湾文学而言，这场论战也代表了反共的时代即将告退，现代主义就要来了。50年代的反共文学在政府强势主导之下曾经声势浩大，然而到了中后期就被一群年轻人带进的现代主义轻轻一波遁入了历史。